字面上煎熬。我也很想可被看到，用盡努力彈琴，要你替我感到驕傲。可在親友面前提到，亦不會像從前那般吞吐。曾經想過活着到底為什麼？平凡人那麼多，到了我這麼一個。然而是說再見沒有勇氣，或是我暗裡卻拼命相信。誰都可發光，只要找對地方，誰人都可發光。若我熱情依然未講，成對到我是怎麼看？從來沒標準答案，不要活埋在世俗眼光，重拾自信，讓我做我的主角。我也很想可被看到，用盡努力彈琴，要你替我感到驕傲。可在親友面前提到，亦不會像從前那般吞吐。曾經想過活着到底為什麼？平凡人那麼多，到了我這麼一個。然而是說再見沒有勇氣，或是我暗裡卻拼命相信。誰都可發光，只要找對地方，誰人都可發光。若我熱情依然未講，成敗都我是怎麼看？從來沒標準答案，不要活埋在世俗眼光，重拾自信，讓我做我的主角。誰都可發光，只要找對地方，誰人都可發光。像星火隨空氣繪畫曙光，活到這麼人生只多一次，為自己瘋狂，假使相信就拼命去闖，泥濘路笑着走過，平凡像我亦可。做我的主角。好開心啊！又再次踏足呢個校園為大家唱歌。咁咧今日會帶嚟兩隻歌啦，而呢兩隻歌都係同學仔揀俾我嘅，係啦。咁首先就係頭先繁星啦。咁繁星其實無論唱幾多次我都係好中意唱，而且都特別中意喺學校度唱，係啦。咁就係希望啦，特別今日係一個比賽喎，一定喺比賽當中一定會有名次啦，有所謂嘅成敗啦，咁所以呢啲時候唱繁星係好適合嘅，因為有人得到名次就會有人落敗，咁但係希望你都唔好因為今日嘅比賽結果啦，而對你感興趣嘅音樂失去咗信心啦。希望佢繼續可以成為你日後途
陶冶性情又好啦。希望如果想用音樂成為職業嘅朋友，又可以唔好因為今晚嘅成績而就打敗咗你往後嘅人生未來嘅想像啦。咁所以就率先送俾大家繁星嘅歌。然後接下來呢隻歌咧就係好耐冇喺學校度唱，咁就見到有同學仔揀呢個歌，我就即刻話：哦，